你有冇試過用個吸引力法則，但喺工作同埋事業上好似完全唔 work？你諗過成功，你試過化過，你甚至好努力調整自己嘅心態，但係現實係職位冇乜變，狀況冇乜變，人生都好似冇乜推進。如果你有呢種感覺，我想你放心一樣嘢，問題好可能唔係你用錯吸引力法則，而係大部分吸引力法則根本就冇為商業世界而設計。喺商業世界入邊，成功唔係靠想像運作，佢係一個心態、一個人能量同埋行動要同時對齊嘅結果。而只有一樣唔對齊，吸引力法則就會失效。我見過太多人能力好高，工作好努力，但係內在其實好矛盾。佢哋唔係唔想成功，佢哋只係未搞清楚自己真正抗拒嘅係啲乜。網上90%嘅吸引力法則內容其實都集中講一樣嘢：正面思維同埋感覺要好，要諗好嘢、講好嘢、feel 好嘢。我想先講清楚，呢樣嘢本身冇錯。正面嘅感覺會影響你嘅情緒、判斷同態度，而呢啲確實會影響你同人之間嘅互動。客戶係感受得到呢個狀態嘅。正面嘅態度確實會為互動加分，但商業世界入邊唔係只係態度本身，而係你能唔能夠將呢啲狀態轉化成清晰嘅價值同決定。所以感覺係起點，唔係終點。有一樣嘢好少人會講，越係專業、越聰明、越有能力嘅人，其實反而越難用吸引力法則。唔係因為佢哋唔信，而係因為佢哋睇得太清楚。佢哋一諗到成功，同時已經諗到風險、代價、影響、後果。所以喺潛意識入邊，成功唔再係一件單純想要嘅事，而係一個需要小心處理嘅狀態。呢一種內在嘅拉扯就會慢慢反映喺3個層面：你嘅心態、你嘅能量狀態同埋你嘅行動方式。好多人以為相信就係同自己講我一定會成功，但我想問你一個比較殘酷但好重要嘅問題：如果你真係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，你而家仲係咪做緊呢啲嘢？你係咪仲成日驚得罪人？係咪仲唔敢收合理嘅價錢？係咪仲要等人認可先夠膽行下一步？真正嘅信念唔係你講啲乜，而係你容許啲乜存在喺你嘅人生入邊。如果你話自己係高階專業人士，但你每日仍然拖延重要嘅決定，為安全感放棄長遠嘅價值，忍受唔尊重，你嘅潛意識其實好清楚，你未相信自己。要吸引力法則開始生效，係由你開始先活成嗰個人，而唔係等結果出現先至改變。能量唔係叫你日日好開心，能量係你內在狀態嘅穩定度。我見過好多人做生意做事表面好專業，但係其實內心充滿繃緊同擔憂。我驚失敗，我驚做錯，我驚冇選擇。呢種能量，就算你口講得幾正面，人哋都 feel 到。同一個行動，一個人係我好驚好擔憂去做，另一個人係我知呢啲係我理所當然做得到嘅，結果完全唔同。吸引力法則喺商業世界要生效，係由你想要結果變成呢啲結果對我嚟講係正常嘅。好多人一聽到行動就覺得同吸引力法則有衝突，但我想你記住一句說話，其實吸引力法則唔係代替行動，而係指引行動。策略性嘅行動唔係搏命做，而係用一個已經對齊咗嘅未來身份去做決定。如果你話你想事業升級，但係你唔投資自己，唔建立關係，唔爭取曝光，唔肯承擔責任，咁你唔係用緊吸引力法則，你只係等緊奇蹟。
當心態、能量、行動三樣嘢真正對齊，你會發現事情開始變得順。唔係因為宇宙偏心，而係你終於同自己嘅目標一致。嚟畀一個好簡單唔浮誇嘅練習你。未來7日，每日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我已經係嗰個版本嘅自己，我今日會做咩一個行動？唔使10個，1個就夠。一個你一直拖延嘅決定，一個你平時唔敢做嘅表達，一個你明知應該做嘅行動，呢啲先係真正嘅吸引力法則。所以好多時問題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內在對成功代表乜本身已經有一啲拉扯。喺下一集，我會同你拆一個好多人唔敢正面講嘅問題。點解潛意識會喺你最想前進嘅時候反而拖你後腳？而再下一集，我會帶你睇一個更長線嘅問題：點樣喺高壓高要求嘅生活入邊維持一個唔消耗自己嘅成功狀態？